免费的教育资源呢，国中小的各科的参考资源，还有题库数学的、自然的、国语文的、历史的、英文的也有了，阅读的、历史的、唐诗电影、有声书，自然、国语文、数学、历史，你看，教育资源都有，教材也有，教材档案呢，中小学课程教材档案呢，可以制作有声书没有时间都没有办法。从国中小数学测验题库，全国中小学题库网。